啦。什么我人生济？这啉几啊工才有这桶呢？几啊工，差不多半工。半工，嘿，大概2点外钟嘞，啉2点外钟嘞。啊，你今仔日你唔是讲要带咱要做伙来啥物？要用家己的博物馆？是啊，你若是爱开一个博物馆，你会点啥？点咱？点咱我这酒干啊！各位观众朋友吼，这吼真正是一个合家欢乐的故事，这叫做资源回收。这唔是回收，你是一个足爱地球的人呢。这是要等互别人看的。这每一支酒干啊，拢是一个故事。不，这拢啉了啊，有啥物好啉了，等你看，你刚看这个票顶悬就甲你讲，哦，伊为倒位来的？葡萄牙呢？葡萄牙。嘿吼，1692。你会目镜呢哈1692，333年啊呢，是不是安尼？这足古锥呢。有无？伊这吼叫做乌色的红叶啦。Black Queen。乌色的红叶。是。这种你若看这种酒标有无？大部分哦，有当时即马拢是自然酒啊，即马自然酒拢会看袂出来，伊到底是啥物？你莫讲遐济，你有一个别人付费的线上课呢，你讲伤济别人。对，这拢甲我教条，我即马伫咧网络顶看啊，我有开一个课程，大家去遐看就好啊。一定爱尝试。这拢藏起。赞啦！但是你开，若你开的，你有炸啥物？嘿，因为我足爱动物啊。这吼是我生命当中头一个饲的宠物，我的动物伴。这只是鸟鼠。这是猪仔鼠。猪仔鼠。天竺鼠。哦。嘿，这是我头一叫 baby。baby。啊，另外呢，这是我猫啊，我饲19年啊，迄叫咪咪。搁有诶，这一只麻雀叫啥？赤鸟啊。赤鸟啊，伊叫李雅竹。搁有龟，我有饲一只龟。伊拢死去啊啦哈。这两个嘛拢死去啊，伫天顶看的我。嘿。你哪拢？生命纪念馆、性命纪念馆呢？所以你若博物馆内底就是展览你这动物就对。因为这是我规世人上爱的物件，甲你同款啊！你上爱的毋是恁某是酒。我上是阮某，拜托的，我上爱是我上爱是甲阮某啉烧酒。对。搞错人。你嘛我白讲。好啦，今仔日的主题就是开博物馆哦，内底。到底爱展览啥？足趣味的。是啊。想要甲咱斗阵来佚佗。哦，这叫咱的好朋友，也是一个怪怪的美少女。咱的好朋友。香甜。哦，这个有怪，这个超级怪。哦。什么意思？我袂讲。哦，你看。你好。也这么快啊？这久无看啊。你今仔日呢？哦，你看你甲你扛钱。对。咱今仔日要来博物馆啊。你敢捌去过博物馆？我无咧读册呢。无咧。有啊，我会记住，我有一件敢若去欧洲哦。我有看过一个是地灵志，就是咱的祖先啦。哦。地灵人写哦。地灰的地。因是咧狩猎，所以伊有摕一个毛，因的身躯就做甲足粗的，拢是毛，真正拢是长。有这时阵会咯，长毛，但是迄是别人的博物馆嘞。你若是你的性命爱展我览，你的。哦，安尼哦，我感觉我想要开一间有足侪怪怪味的博物馆。怪味。什么味？耗子哥的。贵人开。哦，你买。香港开。买使，我感觉迄足趣味的呢。而且一定会有人怪有怪。这恁师妹。超奇怪呢。奇怪。伊拢是安尼。真的啦，听到咱，你要创啥？你要创啥啦？你要创啥啦？你认真啦。赶快赶紧叫出来。赶快把我今仔日的内容哦，足精彩，咱的导览先生嘛，足侪趣味的故事。什么故事呢？交互咱的康贵婆山弟妹。大家好，我是山地妹陈派妹。咱今日要去的所在呢，就是参我同款平有气质的博物馆。这博物馆到底是伫咧倒位呢？咱今摆就来看 VCR。
嘿呐，咱今日要去的博物馆啊，两间，一间就是来自咱嘉义要100年的美女巷，啊，另外一间呢就是花莲的大丁故事馆。啊，即马就要来欢迎咱两位的导览先生出场哦。第一位要出来的呢，就是去学花莲的图，啊，连甲花莲的大丁竞赛，张大兴老师。哎呦，烟斗呢？这个烟斗呢？等一下，嘿，大兴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大兴老师啊，是伫咧工研院做工课，啊，伊一个计划当中呢，去熟悉到伊的某小杨，啊，伊就看到伊的某咧做迄故乡的代志，啊，足感动的，顺续嘛足心动啦。啊，伊就嘿，去电到啊，伊就开始甲你的某录嘛，啊，录到了后就加入去大丁村，啊，就变成咱大丁村故事馆的一个人啊。我唔对。对，啊，今日就欢迎老师来甲咱讲伊甲伊的某的故事，啊，今仔就欢迎老师请坐。故事。接落来第二位要来介绍的导览先生，就是咱嘉义美女巷第4代的传人张耀宏老师。耀宏老师你好。啊，因兜啊，对日本时代就做迄五谷的生理啦，泸州的袂做，沙丁堡的嘛拢袂做，干那做五谷的生理。啊，伊就做迄生理做，啊，迄间店就做老的嘛，啊，就看迄间店做老啊，伊就想讲，哦，啊，这遮尔啊侪故事，啊，遮尔啊有年纪，所以就甲因兜变成一个博物馆的。啊，到底是安怎变的？咱今日就要听老师来甲咱讲因兜变成博物馆的故事哦。好，欢迎。这位吼，耀宏吼，哎，你好。所以你是这个五谷行的第4代。第4代。已经几档啊？95档啦，但是做生理已经做100档搁济啊，安尼。超过100档啊呢。啊，传到你第4代。第4代。啊，你做甲伊变博物馆。嘛有伫做生理，嘛是搁有咧做，足好诶。所以因若收门票，搁有哪卖？哦，这个有够巧的啦。财经的啦。你看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对，问到重点。这个故事念起来好好听一下。啊，这位较早是工研院，哎对。工研院，啊，即马做导览先生。啊对，无唔对。这两项差足济呢。嘛是事实嘿啊。啊，就互阮某刷，毋是啦，爱情嘛，爱情，爱就较惨死，就是咧做这城乡的计划啊，城乡咧发展的计划，啊，煞是找阮某安尼，啊，就约伊约到花莲去啊，啊，无平常时都带着台中，为台中约到花莲去，无毋对，对，到底有偌水啊，老？嘿啊，今仔日有来无？有啊，有来，我看者。你嘛，你也在用过吗？会使来者哦，来欢迎一下，欢迎一下，哎呦哇，欢迎哦。我你哪会徛咧伊边啊？你搬错来，拢是徛喺岸边啊！你徛喺咱边啊？老师在徛对。我唔知。老师无你甲传电话做伙徛啦，你两个咧下输下输。OK 啦。哦，哥，袂歹哦。对。哎呦。啊，当初是这个爱情故事是安那？你讲。我讲哦。嘿，你讲会准。哦，无就是计划实在的嘛，系啊。啊，当时就邀请阮某，就是有一寡厂商安尼，啊去去看看安尼，一个活动安尼，啊就伫咧一群人当中哦，看到阮某，哎呦，这个人有光哦安尼。哎呦，伊就有一个真捌生存就对，有光。有啊，就是有一个理想的刺激。对。所以你就足想要了解伊生长的迄个所在，无毋对。所以就对去花莲。对。啊，就知影大田这个所在。系啊。啊，恁大田是讲啥物话？大丁话。大丁话是安怎讲？你好无？嘿。大丁话是吼，出某的。
某呗，哦，错某呗，错某。所以迄时阵你搁大电的时阵，可能因问你讲你错某呗，你讲啊袂啊无真个好错对对对，哎，真的呢，是不是？我拢唔知。啊，以前伊甲你录的就对啊。好啊，欢迎你来哦，谢谢，谢谢，高水。哦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所以今仔日有花莲大林，啊，搁有咱这个家己的第四代超过100年的米娘行，嘿，想要先听倒一个故事。哦，我还在算哦。哇，这就难呢。好，这个米娘行先来，好，我先来是不是伊先来？不是先来啊！对。我想讲，那跟我背拢无共款。啊，无你错某呗。对，错某话。啊，无我先来介绍我查某的过程，好不？哦，查某的过程，来各位来宾。欢迎。迄当阵嘛是这个蒋介石生时，甲全部的台电人带来台湾的，啊，所以因就去求签，啊，求了3届咧，拢是同一张哦。哦，伊就是叫吼台电人搬去台中坐，最后是讲有无？台中坐。台湾的这信用是小互往生的人，是往生，啊，毋过大电人哦，伊是小互在世的人啊。这甲咱的文化差足多，足无共的。这张5角的，即马值偌济钱？真正有人用30万来收。哇！我先来介绍我查某的过程，好不？哦，查某的过程，来各位来宾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田竞赛张大兴。啊，今日咧，我想要来大家分享大田人的故事。大田。无毋对，即马咧，你看即张，你看的即间厝吼，就是阮导览的起点，嘛是阮某因外妈，啊，佮妈妈留回的旧厝。吼，啊，迄当阵呢，就是因外妈佮妈妈是为浙江省的大田岛摕来到台湾的。吼，啊，迄当阵咧就第一个要务，在台湾第一个要务，就是讲，要起一间家己的厝嘛，啊，要安怎起？啊，好佳在吼，迄当阵就是政府哦，统一来配发这个建材，啊嘛是因为嘛是要家己要住的厝嘛，所以讲这个材料拢该用到满，用较好的安尼。啊了刷落来咧，啊，伊的外妈甲妈妈过身了后。啊，我太太喏，就是足思念伊的这连结，吼，啊，煞转来到这个大田新村内底，这间旧厝安尼，啊，佮甚至改造成一间博物馆，吼，啊，互全世界的所有旅客会当来讲来熟悉迄大田的故事，嘛会当顺续来看卖啊，当初太马因是都安怎伫咧一个四壁内底空间内底过生活，安尼4壁。一开始是4壁尔，啊，一伙仔伫4壁内底空间内底生活。咱困的房间拢4壁，啊，便所伫咧外口，大家做伙用的嘿。啊，洗身躯咧？洗身躯哦，嘛是咧外口。哇！内底就是困的所在，佮有煮菜安尼。 4壁呢？嘿，对，真正4壁。好，啊，咱过来看后一张，这就是这是麻鱼，吼，麻鱼干，嘿，麻鱼啊，这是麻鱼记安尼。啊是安尼咧，就是阮大田的时代，较早拢是讨海人嘛，掠鱼啊过日子，所以吼因着你看挂伫个遮尔悬的所在，较袂互迄鸟仔夹去啦。啊，你是安尼哦？你若是吼冬天啦，还是寒天的时阵，你来花莲的大田新村内底行看咧，你嘛有机会当看到这吼就是咱时代用这个较传统的方式吼，爱用东北风哦，高岗风安尼，甲伊风搭。哦，才会芳。嘿，老师，迄支弯弯的是路顶，啊，无毋对，遮悬呢，无毋对。哦，伫咧迄个顶，路顶，爬路顶遐，迄个关刀嘿，无毋对，无毋对嘛？系啊，啊，咱过来看后一张。哦，啊，这吼，阮砖头内底佫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吼，你会当常常看蒋介石生时的铜像啦。啥来安尼？一种吼就是蒋介石生时，甲因共款拢是浙江人。啊，第二个就是吼，
迄当阵嘛是即个蒋介石生死，甲全部的台镇人带来台湾的。哦。啊，所以吼，是伊带来，嘿，伊带来，啊，带几个人？哦，计2万外人，2万7千外人，全部的大镇人，拢彻底来到台湾。即个所在，拢诶，无到花莲吗？一开始是到家人遐，啊，搁分配到全台湾，搁大概足侪所在。啊，阮是住伫花莲嘛，嘿啊。算是眷村吗？毋是，其实吼，眷村阮甲眷村无啥共款，因为迄眷村内底拢是住军人嘛。啊，咱就一般的百姓安尼，嘿啊，拢是百姓。是安尼？嘿啊，足多拢是土海人安尼。对，嘿啊，对啊，嘿。我毋捌听过讲，迄是带一般的老百姓来的。所以迄时阵台镇有发生啥物代志？就是迄当阵1955年的时阵嘛。民国44年。嘿。啊，就是一江山迄拍了后，啊，迄当阵政府就想啊，政府甲迄美军啊，想讲啊，这袂使，袂堪你迄大镇岛守不住啊，嘿啊，收袂掉。嘿，啊，就全部拢来，嘿。哦，规个村拢甲带走的。是。所以即个村到即嘛嘛无足久的，无足久呢。其实遮差不多70年，今年多少70？嘿，70。是啊，是甲114、70所以年。算一个真少年的砖头。无毋对，嘿啊。啊，咱来看，即摆来看一个，即个是大镇人的即个信仰，吼，即间迄是号做真君庙，内底拜的是一个神明，叫号做阮白真君。阮白真君吼是敢若是大镇人的妈祖共款，就是守护迄边的海神安尼。讲啊，迄当阵吼，迄大镇岛迄战术吼，真正是足紧张的。啊，所以地方的头人嘛做烦恼的是想讲，咱是要留落来，还是要走？安尼，啊，所以因就去一间咧拜阮白真君的寺庙，叫做招宝寺啦。吼，啊，来去求签，啊，求了3届咧，拢是同一张哦。咱来看卖啊，顶解这签诗内底讲啥？安尼，你看弥勒菩萨依四方，吼，啊，济公越佛往天堂。啊，文昌帝君台中坐，三官大帝阮内藏。你感觉又看卖啊？伊就是讲哦，叫吼台镇人爱去，莫去台中坐，对无？啊，你就会使去天堂。啊，你住台中袂输，敢若住咧天堂。啊，台中的天气足好诶。啊，对，嘿。那是一段尔。一段尔。搁有另外一段恁无看到。我真正无看到，啥物？伊讲叫因爱恁若吼拄着啥物吼无好的所在，你爱去对唱咧内湾。有无？对啊，有无？是安尼。唱内湾。哦。台中坐。啊，拢是中部。唱内湾。拢是中部呢。拢咧中部。啊，因伫花莲呢，看安尼。尾啊，变过山尔呢。嘿，尾啊，因想着搁去花莲。好山好是毋水。是啊？恁一开始去台中对无？差不多。啊，毋讲，你大家拢做巧的。咧。无，阮来公布这个答案，就后一张安尼。你看。哎呦。义往台湾。哎呦！哦，这签诗内底就讲安尼哦，义往台湾。啊，这意思是啥？你看卖啊，这签诗顶悬是毋是4个神明？嘿。安尼，伊拢去刷去别位啊。啊，所以是毋是代表讲大镇人嘛是爱走，对无？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啊，地方的头人就好，咱来走。规个砖头的人做伙走。规砖头的人，规全岛的人拢。3摆拢是。嘿，对，无毋对，就是这张。义往台湾。不得了，真的3摆拢是。唱咧签诗内底，哎呦，系啊，啊，即马咧，我感觉吼，所有迄大镇人内底信仰啊、风俗内底，我感觉上趣味就是即个，这大镇话啦，大镇话叫做小曲小曲嘿，小曲What is What is going on? Yeah, I got the same problem. Wow, what happened? Tell me. Tell me. 我甲你讲，这就是吼大镇人咧烧一间做大间纸做的厝。
足大间的，你看这阿嬷会当在内底行嘛，足大间的厝这是，纸，嘿，用纸做的，抓厝，无毋对，无啊，毋对。毋过抓厝毋是咱想到拢是已经离开的人。诶，无毋对，这就是大镇的迄文化，甲台湾无共款的所在。台湾的迄这信仰是守护往生的人，是往生。啊，毋过大镇人伊是守护在世的人啊。哦。你搁在世的时阵你是守护家己，啊是家己的亲人，啊是家族的成员来去祈福。这意思就亲像遐尼，你大生伫咧阴间啦，伫咧地散啊，伫添字安尼，的意思是安啊，尼。一个人一生是烧一届，还是逐年拢爱烧啊？无，你当烧一届就好啊。哦，烧一届就好。嘿这是足贵的。哦，足贵，迄较早的时阵哦，你这仪式吼，你可能一届要开差不多20、30万左右，啊，足贵的。你爱贷款来烧去嘛？就是你一世人的迄个欠的钱拢开伫遮，拢烧去，嘿，无毋对，这就是伊的信仰。这是什么信用？你想要伫咧另外一个世界嘛？你往生去啊，另外一个世界你是先传好。嘿，你有一个通大的所在啊，所以讲我即摆你即摆就会想看卖啊。我往生了后，我想要摕个啥物物件，我可能会烧足侪钱的。这是靠家己啦嘿，啦靠家己传好好。所以你是在世的家己，啊，你先汇钱，有无买厝互往生的家己？对，无毋对。这甲咱的文化差足济，足无共的。而且你看，咱若咧烧的时候，咱烧的迄啊车啊，迄个厝啊，iPhone 啊，拢是细细的。你看伊个厝伊烧偌大间就好，一比一呢？嘿，对对，一比一都大间的呢，的，都大间的，你烧当偌大间呢？无毋对。但是我感觉这是足乐观，足乐观的一种做法。嗯，我袂惊，我无靠别人，我家己准备好，我死去的时阵毋免靠阮兜的人，毋佫会使算，免互你烦恼，嘛会使算对。啊，佫会使算嘿啊介意厝啊，无毋对。算讲甲即个人生最后即个阶段看足开的，对无？嘛是真好的只是去另外一个所在无毋对，我离开的时阵，啊，你会使来找我佚佗。我考虑者，无毋对。啊，咱即马你看这一罐，你敢莫又看卖啊？这一罐产生风铃仔的物件是啥？餐刀，啥物皮啊？鬼啊，土豆，我甲你讲，这拢是咱的囝。咱先啉一喙啊，迄茶好无？咱来过来继续。恁甲囝吊咧顶管，你是咧讲啥话？我愈唔捌啦。多谢。好，请食谢茶。谢。你是咧结婚吗？对对对，等下放茶，下。茶。这乃是恁囝啦。啊，嘿啦哦，姜啊，嘿，对，无毋对，这就是姜啦拢是姜，咱大镇人做的姜茶。啊，姜是有啥物特别意义吗？是安尼吼，就是咱大镇人的妇女吼，伫咧做月内的时阵，拢伫咧食这个姜啦、姜茶啦、姜做的各种料理嘛。啊，台湾人咱想讲，你的生查甫还是生查某，是不是看你的巴肚是圆还是尖？对啊对啊。啊，大镇人吼有两种讲法，一种吼就是讲吼，你若是炒的姜愈芳，你就愈会可能生。真好吃。无毋对，生后生。第二种讲法就是讲，你来算看卖啊，即罐内底有偌济，嘿，几片安尼偌济，吼，你若是吼倚素啦，你就会生查甫的，较有可能生查甫的。啊，你若是成熟的，较有可能生查某安尼。啊，毋过迄毋是人藏入去的吗？对，我家己哪算啊？我要生查甫啊，咧。无一定哦，你咧做的时阵，袂去注意这个，系啊，这是一个讲法。好，啊，这是阮大镇人伫咧正正吼，较早的时阵伫咧大镇岛顶悬用的钱啦。咱来详细的研究一下，即个甲恁印象当中有啥物无共的？互恁一个提示，有7个字，有7个字， 7个字，嘿，有啥物无共的共款？很大，无毋对地区通用。无毋对，就是现大镇地区的通用的大镇，这就是较早的时阵吼，因伫咧大镇的时阵用的迄个钱嘛。啊，因册摕来到台湾了后，就去银行来换，1箍换1箍，换1箍安尼来换吼。啊，你嘛莫看这个这个纸票无？你想讲这已经作废啊，无咧用啊？无我甲你讲，亲像讲吼，来，咱即张青色这张5角的，恁来约看卖啊，即马值偌济钱？即摆有人咧收，有人10万哦。
够有无？够有无？应该无遐济吧？我感觉差不多500。哦，500，差足多呢。 100块。哦，无，真正有人用30万来收哦， ，30万。哇，啊，这个咧，10块的， 10块应该较定。 300万，无应该无遮多。无啦，要100万啦，100万。 100万。 100万，有人咧收啦，真诶。啊吼，即摆吼就是讲我所有拄啊讲诶物件吼，拢是真正诶啦，嘿啦，拢是真正发生诶代志。所以讲我想要互大家认识，来熟悉大阵人讲诶文化啦、风俗啊、产业安尼，吼啊，你若是无相信我讲诶话，啊，欢迎吼来花莲诶大阵新村安尼，啊，你遐阁有足侪你袂相信诶代志，好无？啊，我今仔日导览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啊，这精彩的哦！新世界。另外一个世界。是啊，就赞啊，真趣味。安尼咱煞来，咱这是倒位哈？嘉义啦，无礼貌。嘉义的这个美牛啊，美牛行。美牛行，来个看卖哈。台湾有一支足出名的罐头，或者就是对英雄行加出来的。哦，这只是阮阿祖传落来的，就是第一代伊咧用的。嘿，伊咧用的。哦。哎，你摕起来，这个是日本时代的。会惊哦，会惊哦。日本时代买豆啊，爱安怎买？一盒就是这个量啊。嘿。哦。啊，过来是5盒。5盒。啊，过来一升安尼，这就是一斗。伊顶悬就写一斗。哇，真的！哇！美牛行，来个看卖啊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对嘉义来的董耀宏，啊，我嘛是英雄行的第4代。今仔日就由我来分享咱英雄行这100年来的故事。有米阁好食啦，水啦，高分。咱英雄行呢，伫咱嘉义的中正路顶悬，但是咱嘉义的中正路，阁有一个更较有故事的名，叫做利通。嘿，其实日本时代的时阵啊。日本人行大通，台湾人行代行利通，所以讲足侪台湾的人伫遮开店、创业，嘿，阮阿祖嘛是伫迄个时阵，就伫利通来创业安尼。所以日本人行大通，是因为大通顶悬拢卖日本货。嘿，嘛是日本人去开店，啊台湾人开店。台湾人伫日本时代时阵号做本岛人，嘿，啊所以讲利通嘛有一个名号做本岛人街安尼。哦，本岛人家。啊，这张呢，就是咱英雄行即摆的模样。你莫看咱农产品卖足济，但是一开始的时阵啊，咱是对零件卡啊起价。零件卡。零件卡啊。这想哦，零件啊。零件啦，哪个零件？毋是哦，零件瓜伫咱家己吼，啊个伊有卡，哪个零件咱会家叫做零件卡啊。啊，我家己的肉。背落来以后，就较叫做零件肉，打的零件安尼。是安怎恁的零件遐尔大粒哈？就大粒的。今年想到这是松露巧克力哦。上大粒的，啊，一般的是啊。对啊。这个大细啦，嘿，啊，这就是8分的，8分半安尼。8分半。对啊。嘿。啊，伫日本时代咧，咱兜就对零件开始做生意。哦。嘿。啊，嘉义零件啊，伫日本时代是全台湾出产上济的所在。嘿。啊，所以讲利通顶悬啊，因为利通就伫阿里山的山骹，嘿，所以讲利通有足济山产店的，嘿，啊，咱兜伫日本时代就是对山产来起家，啊，到即马咱英雄行零件卡阁有伫卖啦，嘿，但是咱卖上济也是五谷豆仔，嘿，恁可能无来过咱英雄行买过豆仔，但是你可能有食过咱兜的豆仔，恁兜的豆仔，嘿，为虾米安尼讲？因为大家人拢是住台湾嘛，对无？哦。台湾有一支足出名的罐头，叫做八宝糜。敢有食过八宝糜？有啊。有啊。
啊八宝啊，其中有3个宝，大马、红豆、和薏，就是对英雄行遮出来的。嘿，到今嘛搁是吗？过去差不多30档。哦，过去30档拢是。这毋是一个简单的成立，就是伊的魔力足假，啊，但是阮爸爸就想讲爱试看卖。迄时阵迄个牌啊嘛是足细的牌啊，啊，但是咱就安尼一块一块豆豆啊卖，啊，后来伊就愈做愈大安尼。哦，每一个捌做过兵的人，拢捌食过恁兜的迄个八宝梅。咱英雄行啊，伫咱家己的就亲像，啊，搁咱甲五谷比做是花的话，安尼英雄就是咱家己遮的心脏。靠即粒心脏啊，甲遮的豆啊，刷起每一个可能是冰店，可能是凉水的担啊，可能是食品的工厂，啊嘛有可能是恁兜桌顶的二豆汤，啊，就是英雄行就是安尼的存在。咱是一间五谷仔店，但是因为咱开甲足久的，咱有的物件嘛毋止啊五谷尔，嘛有足侪谷物啊。谷物，嘿，像安尼的蛏啊，咱兜就有30几只、40只。哇！拢是恁兜用过的蛏啊。有阿祖留落来的，啊嘛有我家己去收藏的。哦。啊，上久的迄个是偌久？对日本时代一开始就到即嘛。迄个蛏啊，这敢是恁兜蛏啊？嘿，看者。哇，这是上老的咱今仔日摘来上赞的迄只就是这只。为什么讲这只上赞？因为这只是阮阿祖传落来的。哦，阿祖就是第一代伊咧用的。嘿，伊咧用的。哇，这是台湾做的吗？台湾做的，但是这只是战后较做的。你知影为什么无？要安怎看？伊顶悬有伊的密码，你啊找看卖无？这敢会使去头前看？会使。有写讲几年吼？找看卖，伫遮。有一个密码。密码。伊会甲你讲伊是啥物年代的。这吗？这个。遮有一个铜，同样的铜，敢有看见？有。嘿。迄是安怎？这个铜啊，就是咱战后咱度量衡嘛是爱互市政府去看过，中央爱政府爱去看过。啊，这个铜啊，就是市政府讲哦，你的蛏啊是好的，有检验过。哦，无偷工减料嘿，所以互你这粒铜。嘿，伊可能是同意。哦，同意，伊同意你讲用这个蛏啊。OK。哦。啊，你嘛会使伫味道遮看到，你看像战后的味道，伊顶悬的有这个铜。真的咧。啊，咱咧。这嘛有吗？你摕起来，这个是日本时代的。我来教你安怎分，好无？会惊哦，会惊哦。会惊咧，就老呢。像日本时代的味道啊，伊顶悬就有这。有看到无？这敢若一粒山呢，阿里山。迄音啊无共款。我看到歌音。嘿，歌音。歌啦。但是这个是主要的，这个其实就是日本时代迄时阵的蛏啊，你嘛爱互中央政府去看。啊，这个就是日本时代的总督府讲，你的蛏啊，你的牛啊是好的，你的味道是好的，就互你这个图案。这个标记啦。钢琴嘛，钢琴安尼讲。伊伫咱即摆的文物圈啊，有一个绰号。或者家蛇啊，嘿，蟑螂印，嘿，背迄个家蛇啊，嘿，啊，伊其实是对日本时代咱台湾的国徽啊，日本时代台湾国徽是一个正的三角形，倒的三角形，嘿，啊，伊就是手含骹生出来，啊，就变做总督府的印安尼。所以真正就像家蛇。真正就像家蛇。啊，这是啥物？这吼，这有3个名。是。这是味道嘛，对无？对。这是味道的棍仔，伊叫做米棍仔。日本时代买豆啊，爱安怎买？就是我可能含头家讲，我买一盒的豆啊，一盒是偌济？一盒就是这个量啊。这你即摆去一寡日本料理店。你可能嘛会用这来啉酒，sake，嘿，食 sake，同款的物件，但是伊迄个是薏类用的，这个是谷类用的，无同款。因为较早吼，咱迄个时阵，迄个年代物资吼较少，毋是像咱即摆要买米，咱安尼买一盖就是一大包，啊，迄个时阵你无遐侪钱啊，所以咱迄时阵啊无来买一盒啊，咱头家一盒，啊，所以伊迄个米伊就安尼，伊是安尼卡起来，啊了后你才安尼甲。
安尼卡起来了，嘿要甲伊较亲像山共款，对要对对甲伊抹出来，啊用这只嘿米棍啊，去甲伊愈合平，安尼愈合平。平，嘿，啊，再啊，个若是要买这个嘛是讲一盒吗？诶，这个是一盒，啊，过来是2盒5槽，哦啊，过来是5盒，五盒五盒，啊，过来一升安尼，哦，嘿，一升哦，一升一斤2斤的意思。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无？食人一口嘿，行人一斗，对对对，啊，一斗是偌大？偌大，这就是一斗，你再甲伊并过来，哇哦伊顶悬就写一斗。哇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哇，啊，搁有 logo 吗？哇印，啊，个有加抓，内容安尼，所以讲吼，莫凊彩甲人食一嘴，你要行足济的米的。所以有一个诗人，伊讲为着五斗米，无爱无爱花腰，有无？为着五斗，就是为着五斗安尼啦，嘿，足侪呢。足重的，足重一定的，所以可能3斗伊就歪药。因为一斗差不多10斤嘛，一斗是伫台湾啊，11.5斤。 11.5斤啊。咱即马嘛，搁有人客来讲，我要买一斗米，搁有买一石米的，一招是10斗，一石是10斗，嘿，你就哇，安尼嘛是足多呢。是啊，嘿，啊，所以讲这支啊，伊搁有一个名叫做盖树，伫盖定的树，界定的词啦，哦安尼甲伊抹平，嘿。啊，伫这只顶悬啊，伊嘛是爱有总督府的印哦，有看见无？加抓伫遮，加抓有无？哦，伫遮，嘿嘿嘿，加抓伫遮，哎，食的是安怎看？安尼看，嘿，因为啊个即支啊，嘿伊无食的话，我即支啊个我向家骹去做，安尼我就头筋头扭啊，哦，啊叫我做起来，安尼我就了钱啊，所以讲连即个物件嘛爱有总督府的印，是哦，啊想讲吼，你哪会想讲要收遮尔一个古物哈？哦，这是因为啊，咱家己饲伫阿里山的山骹嘛，对吧。对，咱早期足侪厝拢是用柴对，吼，起的，够赞的 Hinoki 嘿，Hinoki 起上的。赞的上赞。但是有 Hinoki 就会有火烧，嗯，嘿，啊，嘿，像咱都就嘛互人火烧过，啊，而且家己个较惨的所在是啥物？家己有大地洞，啊，佮有美军的空袭，嘿，所以讲伫家己饲啊，物件爱留落来，真正就无简单。足无简单的，嘿，啊，所以讲咱兜留的物件，讲济无济，讲少嘛无少，啊，我就想要甲一寡其他人的古物啊，啊，甲伊留落来，家己的物件留伫家己啦，嘿，啊，无一寡事总啊会甲伊要去发布，啊，家己看家己欢喜，但是伫家己佮有研究的用途，对无？真的爱呢开。博物馆呐，对啊真正会当开。所以100年的伊迄个五谷的迄个店，伊才甲变成博物馆。是而且古物教堂讲故事，互大家听。对啊迄个家抓是咧创你看啥？咱大家人拢已经听到。对啊，你有够赞的，我会使甲你斟一个无？啊，无可能的代，这是无可能的。这个时阵哦，我感觉这爱来加分，加分啦，食冷饮会使加分吗？袂使干那食冷饮袂使尔。哦嘿啦，嘿对啦啊，。嘿，啊，咱这两边的故事啊，拢足感动的啊！啊，听讲因砸来迄加分地嘛，足有诚意的哦，足有诚意的。啊，毋若有好料的，佫会当互大家发大财哦。大家有想要发大财无？我爱，发财咯，行咯！发财。啥物物件会使发财？哦，这个嘛是过年时阵才会出现哦。足高水呢。这是当年上期待就是这道。我讲好食诶，好食。姜一下甲倒去啊，咱甲内面。我食到啊，伊其实有一个招财的功能，但是伊的顺序，那有差哦。诶，像安尼你炸两样，对啊！到底是台顶，还是百年的美牛行呢？开票！啊，听讲因砸来迄加分地，毋若有好料的，佫会当互大家发大财哦。大家有想要发大财无？发财咯，行咯！啥物物件会
使发财。哦，这是啥？这看起来袂歹食呢。米这是啥货？这是啥货？哎，来吃。先讲一碗，先讲一碗，先讲一碗。来，这烧哦，这烧有温度啊。哇，看起来就好食。这看起来应该是恁台镇的对不？无唔对，无唔对，这是这是阮无啊，这是宁波年糕啊。哦，无共，足像的，啊，毋过这口味无共。咱大镇的粿吼，亲像迄过年啦，也是阮味将军啊，台镇案的，台镇案的，台镇按什么？就是一个宴，大镇案这是大嘿，只。伊个生日是进前才会出现的物件，系啊。啊，这吼就是当年上期待就是这道，伊是用迄阮大镇的粿，你看粿，啊，搁有肉丝啦、香菇啦、青菜，搁有两sauce安尼落去炒的。好食。我这就是吼，这味足香的，搁搁 Q， 吼，啊搁分量搁足，嘿。你这食起来像你捌食过啥物物件？年粿哦，毋过是足好食，就是足纯、足认真做的迄种年有粿。淡薄仔像韩国的迄个年粿。系啊，毋过比迄搁较好食呢。这个口感吼，敢有感觉食会到米的颗粒感。搁足香的。因为有一个高度嘛，你看伊其实是安尼啊。对。嘿啊，所以你会知安尼一直剥一直剥。哪剥哪芳啊，哪剥哪芳，哪剥哪芳。这是手工做的吗？手工的，拢是村内底时代做的。第两项哦，这就是你看这，就是香菇。无，你敢食出来这是啥？头拄你有看到？无，这是麻鱼干。这是麻鱼干。有一个海味。吹掉啊！你拄则咧拍的迄就是麻鱼对，干嘛？无唔对。有啦。无唔对，好食呢。无唔对。这有淡薄仔先食迄个秋刀鱼，伊食到伊迄个腹内的迄个大人的气味。啊，有麻鱼干，搁有肉，真正是山珍海味无呢。唔对。啊，阮过来看这道，这道吼，你敢看得出来是啥物动物？鱼啊，足高水呢。这嘛是过年时阵才会出现哦。这都是阮用迄粿吼来落去擂迄形，你看，这都是伊的猪的片啊，有无？啊，搁伊的迄喙啦，搁有迄个喙，啊，搁有这是鸡的头的造型。这看起来都是敢若迄寿三星共款安尼。安尼啦。嘿，寿三星。寿三星。嘿，对。那讲一下甲倒去，咱甲内面啊。安尼。我感觉这个含这个口感应该是共款。应该是共款一个啊，搁这个搁较 Q，因为足高的。无唔对。但是为什么要做这寿三星？就是因为较早大镇人拢是讨海的嘛，一般人咧拜拜是毋是拢有迄个龟嘿啊龟啊，迄个鱼安尼，啊因已经有鱼啊，所以吼因较少有咧饲猪啊饲鸡安尼，啊就吼这个来去代表安尼，这是一个寿三星安尼，嘿对。这个心意啦，对。讲吼，我买袂起这个猪啊，但是我做一个这个寿三星，这个寿喜的猪啊，吼。对，无唔对。这赞。这赞。啊，所以这是啥物豆啊？吼，这叫做五色豆，五色豆。哦，五色豆，系五色豆。嗯，系。啊，这五色豆啊，伊其实是咱南部遐啦。咱兜原本唔知影。恁兜唔知？嘿，但是足侪人客啊，伊会来买食5种豆啊，唔知影为虾米。啊，结果吼，有一摆甲伊问，伊讲伊要摕去山顶撒的，要压要压的。为虾米？因为伊爱驱邪。哦。嘿。压唔是拢压盐？系盐，它是日本的，南部食就是用五色豆。啊，你会使用看卖。五色豆啊，伊其实有一个招财的功能。招财哦，会使互你好业。你拄则讲会使大富大贵，就是这豆啊。对。啊，又看嘛是倒一种会使互你富。但是伊的顺序。啊，这有差哦。哦，你讲伊迄个色地，迄个色水的，咧摆的迄个方式。一定是红色啊，红豆伫顶管迄个。所以这两个嘛无共款，红的顶。甲你一个提示，五色啊，五色，伊其实就是相对五行啊。所以讲这是五个形。所以金是金色的、黄色的。金是米豆。米豆。嘿，米豆就是有黑点的迄个，这叫米豆。这叫做米豆，金色的，这米豆啦，黑点的。木就是绿豆。绿豆汁啦。嘿。啊，火就是红豆。哦，红火。
啊，水咧，水是乌豆，豆水是乌色的。水是乌色的。嘿感觉爱水安尼，位顶悬落去啊，下骹爱是绿豆，因为爱是树啊，敢是？哦，哦，有道理有道哦。理哦。会使感觉是代志的，又看觅。会安尼，我选你一个，我一个。嘿，我是选哦，迄。阮选一个好啊。啊，恁呢？恁有想法无？我感觉是这啊，红红火火啊，一定爱伫顶悬的机会。发啦，哦，发路的感觉。个人感觉的就红呢。发路。啊，选你位。有，我嘛是感觉这头壳摸咧烧的一定。哦，他干嘛来说？因为趁少恁侪钱啊。莫咧烧，啊，恁选这，啊无你选这好啊。好，我来选最好。哦，啊你选这。你说的。安尼你甲我讲到底答案公布倒一个对正确的答案，嗯，这个是对的。你厉害呢！伊讲伊这个乌豆是水啦，哦，啊这绿豆算是土啦，是草啦，啊水安尼压落安尼啦，啊伊吸收会着啦，啊就开始就红起来啊，啊就发金啊。已经是对下骹啦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安尼摆起来。会。嘿，会吐金水，嘿，按这个顺序摆咧，嘿摆嘿咧，啊你转去啊，你可能是去拜拜，嘛有可能是去放伫恁兜的财位。所以阮要着这会使炸断去无？啊你转去，也会记你下骹搭一个红色的纸，下骹食，嘿，嘿，红色的纸，啊就会使招财。哎对。诶，像安尼你炸断去，红色对，我家己哦，伫阮兜嘛会使家己做。会使啊，嘛会使来咱兜买豆啊。去因兜买豆啊，嘿啦，大家大发财啦，安尼。今仔日这个故事吼，太精彩了。来，要倒相，来倒了。哎，这相是相。好，我倒好啊。等下。好，你选足久的，想足久的呢，今仔日歹选。两个拢足趣味啊。所以结果到底是台顶，还是咱百年的美牛行呢？你甲帮我算甲啥？一、二、三，开票。你莫哭，你看伊的面啦，你莫哭，我无票。你有朋友，我有朋友。我想要甲你讲为什么我选伊，因为我想要去找你，就这简单。什么意思？我感觉。你等，你是咧讲啥？你这个人足奇怪的呢，你拄则咧讲啥？不是啊，我感觉伊炸的物件足好食的啊！伊炸的物件好食我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想要去找伊发财啦。你想要去找发财，但是你选伊，嘿啦，你两个拢爱讨好。你有讲哪无讲啊？来，你。我感觉足歹选呢，但是台顶我学到物件呢，我学到足多物件，这历史足趣味。你是毋是感觉同款？我是吼，就是伊烧迄个库钱啦，迄个库，迄段吼，甲我去用着，就是讲咧哦，虽然讲你在新的时阵，但是你莫甲讲。甲迄个过往吼，看作是一个离别，咱会伫咧即个宇宙的另外一个所在，咱会继续相会，是，咱即个缘分会继续。恁两个缘分嘛会继续。你投互伊，你嘛投互伊呢？有票无票，迄毋是重点啦，迄是感谢恁带来这个故事，啊，搁有你留落来遐个旧物啊，太重要了，好无？感谢两位，多谢，有够好听的故事，谢谢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欢迎报名海导览先生，讲互大家听。若是节目看无够，欢迎去迄个台语台的 YT 频道做伙看，全家一起看，好不好？咱后集来相会，拜拜。再会。